下来再说。你看一下是不是这里嘛？你看一下是不是这里？你好。他们就一圈转吗？他们转一圈吧，但是他们知道怎么走，他们打鼓响的，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下来，你知道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是吧？车子能走吗？车子可以过去吗？这边也可以过去，这个湖下面一个小路。哦。过去的话，不近。哦。那边过去，这个里面这样转过去，里面有一个村庄。哦。那里等的话，不近。哦。这边下来的话太远了。哦。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下来，现在我跟他们在打电话，看他们哪里下来。他们会走，他们走过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下来。那就你等到那边的好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这个路去的对不对？这个路过去，然后再去下面这个。哦。那边有个路。好的好的好的，可以啊啊，好的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我画圆圈的地方，你们从这里下来吗？还是哪里？这个水不错了，那问题是我怎么把它打到水呢？真正的深山里的水啊，矿泉水。
啊，冷是冷，有点冷啊。晚上这里零下6度、7度了已经。时间长了受不了，那水是很干净的很。他们两个还没下来嘞，他们就从那个山翻过那座山，前面那座山。他们厉害。干嘛说？啊？能不能走嘛？我说能不能走嘛？我说车子去巴龙能不能走？问过没有？啊？能走啊？好。お、ダイヤモンド。拿东西出来吃吗？你们？啊？你问谁了？能走？啊？你问谁嘛？没有人看到了。那你怎么说？山下来的时候，有两个。那你怎么知道能走？我以前去过嘛。啊，那就行。车子能走就行啊。累了吗？给了，没多。哇。给了没多。累也不多。啊？嗯。嗯。哦。那个还没过来。那你拿被子拿。他喝什么？茶？家？在早上带的。好厉害！你们两个厉害的啊，走吧。走吧也不多啊。那厉害了。嗯。
开水吗？咖啡桶啊？没啊？咋要吐掉？没吃过吗？没有吃过它。嗯。我也没吃过。啊。有。摇了以后搅，搅完了吐了就可以了。怎么了？搅一搅，搅干了以后吐了。哎，对，再搅时间长一点，没事的。里面那个做，我吃的干什么嘛？你们两个吃就行了嘛呢？我跟你说我有嘛呢？哎呀，这我怕你们干了呢，这个压不坏嘛。干了葡萄的话压坏了，对吧？给他拍去。拍。这里肯定可以去啊。可以去。车子。还有东西掉了吗？没有吗？现在你们要走吗？啊，你们来了啊，是吧？啊？哦。哦，那也不多啊。老伟。嗯。那个放了。放什么？今天应该不用了吧？你们到时候有时叫我停下来，或者前面路坏了，或者怎么样，总要说嘛。我到上面一放嘛，哎呀，可以嘞。到时候麻烦了。看就行了。哦。转山的时候可以住嘞。啊？今天前面看有没有嘛？前面有没有？现在着嘞。现在太着了嘛。再见。哦，再见。当心盯日啊！盯日啊！哦呀，那也不多。
今天能到吗？不弄。啊？不知道。啊。你这个水好得很吗？啊？干嘛说？阿几在嘛嘞？像楼睡着呢。没有睡着。他走嘛呢？他走嘛？今天到哪里嘛？我们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山叫什么嘛？哦，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。这里地方不知道。哦。他知道的。
他知道吗？知道。做一下嘛。你问他嘛。累不累嘛你们？有一点累。有一点累。好。你问他嘛呀。嗯。哎呀。我问他不说。好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喝水吗？哦。他们真厉害，一天走到晚。啊。吹牛。吹牛。你看到了棕熊了吗？没有，开玩笑。我刚才找了没有。我们今天放牛了啊！放牛去了啊！好。还压不动。啊？嗯。这样坐不下。为什么？那就是。哎呀，你能开他？这把你那东西了。这来不会呢，不就。啊。小叔。嗯。现在不配啊！他做的有问题吧？我们停下来时间长一点。嗯。那个开水有问题了，说的时间长了，慢慢好了。我他们两个又出发了，2天175公里，现在他们太厉害了。